過去2日，全港10大藍籌屋苑二手成交重上雙位數水平。據地產代理統計，啱過嘅週六同埋週日，全港10大藍籌屋苑錄得約12宗成交，連升第3個星期。有代理話，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，部分觀望情緒仍然窒礙二手交投。預計今個星期預算案公佈之後，樓市前景會更加趨明朗化。港島區康怡花園錄得1宗成交，係 Q 座高層16室，實用面積616平方尺，3房1次間隔，以約845萬賣出，折合實用尺價超過13,700蚊。據了解，原業主喺2018年以1080萬買入單位，持貨唔夠7年，帳面蝕咗235萬離場。九龍區美孚新村錄得約4宗成交，平均實用尺價回升至近萬元水平，當中包括5期蘭秀道9號高層 B 室，實用面積704平方尺，3房1次間隔，以830萬賣出，折合實用尺價接近11,800蚊。新界區由於元朗有新盤首輪銷售，凍結咗新界西大量購買力，區內二手交投受壓。新界區3個藍籌屋苑只有嘉湖山莊錄得1宗成交，全個月暫時錄得12宗成交。新盤方面，過去2日共錄得超過320宗成交，係近4個多月以嚟最多。當中焦點喺嘉里建設嘅元朗朗天峰樓盤，最低實用尺價少於9,000蚊。星期六首輪推售250伙，全數沽清，吸金9億6千萬。至於由泛海國際發展嘅洪水橋匯都2，過去2日共賣出約20伙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超報導。